大家好，歡迎翻嚟莊山頻道。今集正義女神嘅主角係由梁超儀飾演嘅援交少女 Ruby。到底呢單案背後講緊啲乜？劇情開始係 Ruby 同一個男人糾纏，之後唔小心跌咗落扶手電梯 ，Ruby 受傷送院，個男人被控傷人罪，跟住開庭審判。原來 Ruby 係一個援交少女 part-time girlfriend， 佢係嚟自一個交友 app 叫做想見你。Ruby 同個男人去睇戲，期間 Ruby 偷咗個男人嘅銀包，個男人追出去，跟住喺扶手電梯度糾纏，之後 Ruby 唔小心跌咗落扶手電梯。喺一個偶然嘅機會下，天雪同言官講佢都有好多同學做 part-time girlfriend， 所以言官就諗 Ruby 可能係做援交。言官想抽出幕後主腦，所以叫何督察揾人放蛇，拉咗個主腦。原來呢個係 Ruby 嘅同校同學羅比德，佢亦都係一個寫 app 嘅高手，係佢搞呢個交友網出嚟，同時好多女同學去做 part-time girlfriend， 最後佢被控唆使他人做出不道德行為，言官宣判佢罪名成立，被判入教導所。講翻今次嘅主角梁超儀 Joey， 如果你平時有留意港姐選美，應該對佢唔陌生。佢其實係2022年度香港小姐競選嘅季軍，當年參選嗰陣佢已經係大熱門，最後除咗拎到季軍，仲一口氣包攬埋最上鏡小姐、現場觀眾、至拉佳麗同埋最佳口才獎，可以話係嗰屆嘅攞獎大贏家。不過大家可能未必知，梁超儀其實係童星出身，佢6歲嗰陣就已經喺經典電影《無間道》入面飾演梁朝偉個女。長大之後，佢喺美國讀書，回流返香港參選，因為個樣好甜美，有啲似韓星孫藝珍，所以仲有個花名叫翻版孫藝珍。入行短短2年，梁超儀喺黑色月光同今次正義女神入面都有好大進步，尤其係今次飾演援交少女呢類咁大反差、咁沉重嘅角色，佢成功放低咗港姐嘅漂亮包袱，將嗰種貪慕虛榮少女感演得好到位。唔少網民都大讚佢演技進步神速，絕對係 TVB 依家重點栽培嘅新晉小花。總結嚟講，第13集嘅正義女神不單止劇本寫得好，亦都俾大家睇到梁超儀作為演員嘅可塑性。大家睇咗呢集未呢？你覺得梁超儀嘅演技合唔合格？歡迎留言分享。如果你都中意睇正義女神，希望你幫我撳翻個訂閱掣，咁就唔會錯過條片啦。我哋下集再見。